花莲大地震造成地方重大灾情，其中有民众的徛家受伤，部分的公家机关嘛列做归楼重建。红十字总会嘛宣布要出手帮忙，包括这和平的避难中心、甲水莲的消防分队，有2亿台票的重建专案。这是花莲县消防局伫寿丰乡第2大队水莲分队，本来借用华仁国中水莲分校的校舍，伫4月初3地震了后严重受损，无法度使用，需要百位重建。原先的校舍本来就不是说很符合我们消防厅舍的一个用途。那经过这一次的，就是红十字会的大力的挹注之后，我相信在未来在厅舍上的使用，应该能更符合我们消防队出勤的需求。伫苏花公路的和平村马路长期就影响居民的安全甲生活，所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特别前往花莲甲县政府签约，希望会当协助重建这2个重点建设。今天是为了要签署两份跟县政府的合作契约书，一个就是要重建水莲分队的厅舍，一个是要在秀林乡的和平村建置避难救灾中心。2件契约合起来将近2亿。经过评估，水莲消防分队要迁徙到华仁国中水莲分校，费用1亿1200多万。和平救灾避难中心是由县政府出地，初步估计9000多万兴建。县长齐真伟真感谢红十字会伸出援手。我真的要谢谢这个王清峰会长一口答应，而且他说一定会有。那这一次除了民宅的修缮之外，其实所有的公部门一些相关公署的部分也会需要极力的修缮上的一个协助。红十字总会讲，以后民体部分若做有需要到3工，也继续提供协助。另外，台北仁爱西亚会嘛捐40万善款响应，希望会当帮助花莲复原重建。记者综合报道。